而家正式開始咗啦，咁1號線嘅係香港消防處體育福利會龍舟隊，第2線嘅係社會福利處，第3線嘅係房屋處龍舟隊，第4線嘅係警察龍舟會，第5線嘅係水務處龍舟隊。咁暫時咧，佢哋而家嘅進度咧就係去緊第1支旗嘅方向咧就進發嘅。咁想同大家咧都旗鼓相當，差唔多嘅位置。咁啊，只有5隊嘅3隊隊伍咧，我哋咧就更加鬥得好啲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都係精英中嘅精英啦，咁佢哋咧嗰個距離同時間咧都追得非常之咁貼㗎。咁而家咧，我哋睇咧外圍嘅水務處龍舟隊咧，似乎就比較領先啲啦，因為比較開水性啦，佢哋咧領先其餘嘅船隻咧，佢哋起碼都有成半個重身㗎。咁啊，其餘嘅處咧就上高嘅處，上高嘅處咧就喺第4支旗嘅旗位咧，就俾佢追啦。消防達警察。咁啊，見到咧，可能有機會咧喺第2支旗即係呢個中間位置咧反觀船喎。我見到第1支旗仔嗰個都唔差喎，第1線嘅係香港消防處。睇冇錢交幾費。第4消防嘅消防費，咁啊見到咧有機會咧都追過原本領先比較龍舟會啦。咁啊消防咧似乎咧後備就好計喎，咁啊越計越有喎，咁啊見到佢反轉變咗嘛，佢又實體已經反轉個比賽啦。咁啊而家消防咧隻眼睇咧就已經係9名出線，緊隨其後咧就呢個警察龍舟會，再第3名咧就應該係社會福利處啦。好，慢慢。周圍都係嘅，老陳嗰啲嚟，好似樓面啲街館度。